当是色，安尼意思。这个上句是风火水土，风就入叮当，对不？所以你关你风气甲塌落，正正你关五项，但比佛教的点声你风气塌落，你就看到一项的呀。袂使讲这个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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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你若是讲这个无，你 understanding of Dharma 唔对，安尼虾米事？这个五蕴白白浮起来，白白化。他你去看空气甲塌落，你要来看有影无这个五项，我讲你听，逐项有，但你就要想法。空气塌落，空气塌落，你若是过了这个第四个眼呐，有来呀来呀，你无看到，我到空气塌落，你看到去定当的呀。后来你是看到 absolute reality， 定当的呐，咚咚咚咚咚是定当，正正你是看到风气。特别后来讲声。你感觉安怎？我会感觉 neutral， 我也无欢喜，我也无苦，对无？你去看内心佛理的是有感觉无？有，但是你想讲无感觉，你感觉是就感觉有三有款，爽的感觉、苦的感觉，无 neutral 叫啥物啊？平平的感觉。所以空气甲塌落有感觉，迄感觉是 neutral 的。所以有，佛教点讲你去看空气塌落有感觉，你若是摕来想有，你感觉是叫做平平的感觉，而且平平的感觉真正侪人看无，伊讲无感觉，袂使讲无感觉。It must always be， 因为你困的当下本有感觉。你再无困的当下本有感觉，我要讲互人听讲有影有。There is feeling when you are sleeping， 安怎会知你看？你若是困真正久，困了啊，伊 feeling 啦，伊感觉，哎呀，地上久痹啊，手痹啊，痹是感觉来。And then 你看，你唔知，特别你有感觉，安怎你有感觉？你家己，唉，要发完。You roll about， how many you roll about？ and 你这个手臂，这subconscious mind 叫你讲耍啦，这个感觉，像讲这些听啦、耍啦来卡，或者是在你去耍，这个你唔知你耍，所以有感觉，无感觉伊无做你耍，啊，你有听无？他那想，一碰起个塔路。你在啲碰起，你在啲塌落，碰起嘅时你无讲有叮当嘅呀，我唔知是碰起嘅塌落。特别你碰起嘅时候，在讲啲碰起啊，啲塌落，这个是 perception。我在是起，我在是落。那是唔知啊，起嘅时候讲落是我讲起我讲我唔知，我只想讲话。特别是你在的 perception，knowing fully well that it is the rising movement， 所以你是想听，讲起我嘅 mindfulness 真正好，我看真正明，空气嘅塌落，哦，我係實真正好 ，mental formation。mental formation 實際你看嘅第四個 group 第四嘅，咁樣是顯啊。and then consciousness， 我無困，我在啲起，我在啲落，我在啲起，我在啲落，是叫做識，知識嘅識，在。awareness is consciousness。所以你看塔空氣塔落，你正是觀五項。但你佛教嘅真相，你是看到頭一個面，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甲了大啲后尾。所以你人若是去观安尼物件，你知讲这5看到这个五运白白浮起来，白白沉落，然你知着路了。到你若安尼知着路，你 meditation 是少。然你看这个目标，万一故意换，万一故意换下面。你看他来看空气塔路，他等牙带来，这个行头了，这个上古大啲后面了。再慢了，过去看到什么啊？哎呀，我系起啊，一起了，都起嘅，我停嘅，我起嘅，我停嘅，我起我停，哎呦，都，你看只 perception 是零，看成一零啊，你看一支路是一站，你 break up into segments。一 perceive， 一看到明明一张 perception has become the chief 镜头后面得了后，然后你来看到，那是讲 maybe 那是咧冇人使做啲结着，然后你看，哎呀，我啲界线啊，一人来咁咯，实在升地气了，然后你看到mindful。same day. Mental formation, 看到，然後你在 consciousness， 都你看到後面物件，然後你看這個起價路啊，正你去觀四念處，所以我特別講，ayang bikawe mago, satanang visuddhiya, sukha paridevanang samadhikamaya， 這個Buddha本身講。最那是观想观这个4項，就这个4項啊咩啊？这叫做观想故，kaya no， 你看kaya vedana no 观感觉 ，and then citta 观心。and then 觀心嘅目標是這5項，所以4念處。and Buddha 講這條經啊，馬哈薩提巴達拉有時我去人師處我念這條經，我就聽ekayano ayang bikawe mago satanang visuddhiya sukha paridevanang samadhikamaya Nibbana satya kiriya ya biết thành được nibbana क्या तो biết quan này ngô mind and matter so what 就啲咁切之類好多人睇你人對咯咁樣是少咯是渣個版都人睇啊我都人嚟被睇佢哋或者講他們數被睇而你都人嚟出事都之類冇睇到馬仔或者講我就睇over already, huh? So anyway, what tao ka chipeng iji, we continue go sama go, then I open myself for questioning, I move. So tao moving thing. Tapi as a beginner like here to again a bit dull. Tapi nanti cuci kai, here interesting. And then this time cai ko kami jangan siang cu, orang di kota kai sing falling lang ko until lu kai ko. 讲是去观我运起个路，你观我运是实在的物件，实在的物件，嗰啲4念處會實在嚟 guarantee 叫嘅。So anybody would like to ask any questions? 我嚟 answer 冇啦，我答應。除了你看嘅lecture。古時是這個龍婆來的家 ，and then 未來我人就在，較早龍婆不來呀，那裡就冇人家嘅咯。and then 大家人講，就是啊，冇法行啦，戇戇呆呆嘅人啦。actually 你看只 professor 看這個講講 ，wonderful 咪冇得樣嘅，水一針像水笑啊，冇咧啊，冇講啊。agak lain agak去，這個我個時前，但是你咪講只隆重正氣啊，
是真正久，你是几人袂记？特别我知影这真正几人喺就从后地方来听淡薄，了有个人无做工，较闲，伊concentrate，喏。啊，所以人哋问，会使问看啊。你看，伊从来毋是讲啊，无圣地是自卑。巴黎话佢讲，凡是无圣地都是自卑。He loves everybody more than he loves himself。安尼款嘅人若是，你若是谈到安尼朋友啊，我叫你如 very wonderful，达人甲你安尼哦。所以就 benefit 就是讲啊，其他咯，无甲使样。人你若是强用阿咪咪讲，人哇伊咧不好路就叫啦，但是呢，阿袂过，阿袂了过。哎，你如果要去啊，无不自己都无听我咧拉力者我讲啊，哎，你就比有10项嘅 benefit， 一困嘅是真正好困，一听嘅是伊无 hangover 就人玩就讲，规上久坎坷啦，听啦，阿咪，and then 达人三样伊，红光笑伊。红光过伊，因为一提到了贵人真难见，因为一提醒的是伊个 concentration 真难见，因伊个写字当中后面一来 ，and he died， 伊心无乱无 confused。I like you to go over the tape last fortnight 我讲是 BBA 主 B 10堂嘅好啊，我是啊，and then 我學咗 a lot of story， 你看，紅光有啲衝住人，你記我呢個嚟回想，你話佢嚟講，有你話你嚟紅光嚟，就我紅光，頭鐵阿咪。Why pound this bag都冇拖你都嚟起嚟啲 stealing smell， 知啦，安尼味乜叫做偷車啊？我而家講啲味嗰啲嘢冷啲啊，賠上一啲咯，安尼是偷車咩？你哋話就講冇啦，我是充電咯。哎呀，你充電啊！香檳靚話我香檳貴到你點解啲流官店啊？將咪去充電人嚟充電啊！你看這地方就講，香檳嘅人啊，偷個 baby， 後面就偷個 baby， 貪錢痴大隻講笑，你情義我人愛看，愛來看，愛來做，但係再來啊，有迄個咩啊？白日我要講啊，有迄個是賣白褲嘅，啊，4點。特過咱有貪錢痴，這4點正就要有啊！你若是住零咧嘛，4點有；按照你住零咧嘛，4點有。頭一項，你無驚天無驚地，所以嘛，古仔講啊 ，Mother is like a devil in the house， 他那是幸福之輩，你看住零好咯，是幾好？唔敢無人敢做。我常常伊面這個無人敢，但你阿媽都講衰啊！你講搞我一人，衰死啊！這個無驚天無驚地來，第二項伊無驚因果，伊住你個嘛，但是有人來在住你阿媽，把這出事白乜，有人就講喲我白喲，都無人敢住你阿媽，伊是管的物件，有得講。咱第三項，有得食，咁講住你個嘛，是講你考試個嘛，你講啦，安尼你是無辨別合理嘅人，無使因果嘅人，所以你是亂來、講來嘅人，講歹嘅人，所以這個第三項，and 第四項無恥有，話你食三做。你無聽真，你聽真了，你有智慧，你唔敢做，你慢慢就變咗富。有人講，將個一百抓牙，你嚟罵，放啲出來，
你压了嘛未着，你压着你家己 ，because the wind is blowing again。有啊，龙总讲咗同人话，一般行情况啊，是啥事啦？This arises, go arise and they go disappear. Simultaneously. Because at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every fraction of a second, it is a mind and a matter. And a mind and a matter. 正是你人嘴就要读啊，要讲的 ，because 正是啊，你真讲话黑人。所以即时啊，你所拄的人啊，甲你讲话是红人的人，你就晓了。安尼正是我有故事，即时我常常有讲讲。我讲你听下张辉，张辉的意思啊，张辉，我知，我要卡我飞机，卡到我倒落去，倒到300分，做起来落去。做只落去了，我就是靠无够食了安尼，饭上少了。特别我讲买讲倒起了，个去配from there来，像啊讲我贪钱。但三好，这是告诉我因果，听少就要唔通要着，因为我正是有故事。买了古人也来，卡个高兴都好啊，就是都 OK。到这里叫做过来，下里外过来。对这个正是我大人，你看我捌去投多多啊，头一个去投多多就 first prize， 你看，未晓去投个每日店的人，像安怎去投？伊讲啦，这个20岁嘅，你 cross 啦4个，我过会记我 cross 8、12、14、17 ，first prize 500钱。我就是多多第4道的我记 ，first time 人 introduce 多多第4道 ，small 多多第4道 ，I got the first time。在后面事我讲听，因为我迄阵是欠用500块，老爷下皮讲，就你个屁快那个我到了，我讲女就开开了啊，在那个快那个我到了，然后暗暝你困的就要凉。Every time 那是暗枪用女啊，我压打女去，我捌一刀讲无，有女的时我落较济去，无女的时我加点落去。安尼后我知我因果是，若是讲安尼有影因果呢，不太话捌错。安尼你看那现时我买厝买 gas， 女钱了了，病不了，女无了，看那你我欠用legal fee 560几块。但你我有加减菜类个有啦，一当500块好啦。但你我若是大病那个过工啊，这边啊，唔使惊，我凊彩找安尼 friend 啊，是个啦，我欠我500，安尼我就买我好咯。但哦，我不啦，还是看到你啲无半人白啦，安尼我要去安尼要去做 administrative 的工作。来到年啊，这个人袂清楚讲呀，要借钱啊，人就惊，所以唔敢，所以我暗暝嘛，马仔就冇就人好我做风，我个未晓剃头，我个去问你讲安怎剃头，伊讲这边20岁嘅，你身体挂啦4个，该你挂，该几日要 first prize， 我讲唔使叫啊，过咗3、4日，我咪是。jam来 from这里cooling 的来kalau lebih dia kata来我讲用500块的lu mana lu tu mau kalau kong dia wasa kalau si ada lak 500块来啊那 expenses 是在啊看嘛啦老爷的天台咱会有啦，但是听老爷讲小皮了，你不做讲会考下会再来，就是这个老师在看到。安尼姑娘讲，早几日我去都摇来我对CC二然后我吐500块呢，然后就3742块500钱，咁500钱一分几分还我？我被吐500呢，我贵咗嘅时候讲唔系咯，我做淡薄少物件500块我欠用了。
我無欠人哋，我欠人個法個 let one of my good karma right through so that I get a small reward to pay my because 我無欠人，我唔捌欠人，我欠人我淨係講人欠我無要緊，我欠人哋，所以這是沒辦法。所以今日有人來，你看來阿峰你來，今日我就要 explain 可以聽下吧，這個 consciousness 對無？Maybe your windfall was just a matter of coincidence or luck. In science, also now they do not believe in coincidence. Science also know that everything has a cause, but they don't go for the first cause. No, Buddha said, we are living in a conditioned world. Everything is conditioned. Today, because of condition, we are able to come to this state. 有的人無 condition 啊來，哎呀，我腳是抽筋 ，rheumatic arthritis 病來。有的人今日來坐你家呢，過一陣間來 ，Uncle Happy New Year 啦，就攞開門攞到當日間來來坐，咋？無比巴卡同聽，安尼你叫大家去講安尼會經歷。Yesterday night I decided to come, but then when I stuck in coming, so delay. My pipe, The very moment when I wanted to come, started the car, we done the battery time. So today I come. 你看個 accident 啊，聽嚟咯㗎 ，accident 啊，你知我聽，我嗰時做咗工廠，一個傳人甲我去行。啱一隻假架佬篤住啲病倒落去死。假如講啊 ，one over fraction 啊 ，one quarter over second 吸慢啦，是吸咩嚟叫？啱一腳對啲打工，係知道有個靈魂定咗掛入也講也，係知也吸落去。60幾卡嘅呀，家長，所以唔做乜嘢，咁嚟咯。accident 你看，有當時你出早買、晚買，啱你出啱，我哋摩托車佢撞嚟，因為咁樣是 condition 嚟嚟爭，你冇嘢呢？會使會，可能會有嚟嘅。不要緊啊！來物件我咪攏總有看到幹嘛嘅，但係不但無講看到幹嘛咧，唔使去醫嘅就是叫做 impulsion 嘅，你為咗第二點啦，我哋去醫。係咪？你若是做好，你撞來撞去撞到掉落去。你嚟撞來撞去唔着落去，我看我成日句我逐個講一條故事，而家真奇怪，有一個查某伊真正翹洗衫互我，佢是我一大別人知，但伊個囝佢就是拔到了手指，你知無？這個手啊，這邊是啊，這個叫做 humerus， 這支骨真正好醫，single bone。這邊嘅啊，這個forearm 腦脊骨真正坎坷醫，因為這腦脊骨啊，你應該是動了樣呢，你來敲一個好事一個走，你敲這個好事一個走，所以看較坎坷醫。伊知這個物件咧，我講很低路在煩惱，我帶一個囡仔去學一個orthopedic surgeon。我要食人工肉骨講，這個是我親情的囝，所以我的親情的囝啊，所以人好 special attention，要其他不 special 啦，要大些人好講 special， 攏總 free， 講好，然後咧我就講，聽下我轉去食飯，食飽了我才來。我去食飯，人無人早唔來，晚唔來，伊一個親情來，從這個東西來，到啲辦公室我人到辦公室，這個東西人早嘛來，晚嘛來，搞了咁先入來，還沒說人就無應，就我講了，我親戚，啊是啊，咱要去安怎拍成，嗱，這是你在你帶去落工處，伊睇你食飽了，你就來抓。哎呀，你去落工處醫死啊！
就囡仔手带到开手了。我带你去做劳动，这金州巴出名的，中人是呢，你人看，古这都是中人看搞，我做第一世中文人来搞，and then 你知无？我出来去就讲，一直带去了咯，去做劳动了，我无法啦，and then 贵了，该几日我看。伊手底去，咱包草味甲别讲，他们咪将来都包，这菜草啊，按照菜草来的草味，伊掠一只活鸡个菜草剁了呢，来包，然后再活的鸡是organic来晒糖，所以听到门口糖一只挑出来，今日过了我看到你囡仔大人了。手开手，无食。这个就是啥物啊？这个人情是做无好，贵人来，小人打，而且小人较厉害。不是艺术家，袂使死偌伊，死偌也成功。千几万几买来，暗来了个叫咩？不知我东部出来金酒吧，我唔知得了个金酒吧。用鸡蛋嚟包了咧骨，一啲小塔，下架咧骨下架幾個，你就俾 X-ray 了有了夾，好似了。包了如果 X-ray 好時，伊好叫的是呢7、8歲啊8、9歲，打冧腦上禮拜，一人以後一個是樣，有幾人，所有人有幾人，將這個人來聽，真正不大的經，不是要貪錢的經，不貪錢，做完我買錢。有人来落去，都有人落啦。我捌甲你讲感谢，我买看本啊。安尼啊，我人来有物件有钱的，虾米事我人来呢？天台人食，我人知。今日我讲支付教这个这些人无稳，某款的无稳。在啲心沙啦係無穩，人睇我做人無穩，好嘅，一世人咧，你一世人，天700日過咧，一半是暗，100日暗咧，有時會過，但這裡在啲心沙啦，佢呢只是冒險，因為。人死1000人死，999人要落地劫，親像個鬼。這個我無是所講話，本來你看，本來有1 million 係咪啊 population？那是無講800,000，800,000就這人聽見，300人，你嗰時講very good了。我啲300人聽到800,000，嗰時轉過來啊，本來幾錢？你去看，我去過來你知啊？這句血，你講係咪血啊？你唔攞有簡單血啊，是暗拉的血啊？呢條標誌啊，我聽到血的名，有時候人真係慘喎，真慘，本來我10人計咗唔使。佢唔知啊，真慘，你這裡本來才是，所以那是無咱刷落嘛，大好無，有人去食高比，係人來。會使借客人餐都唔要緊。今日我要 explain 幾項咱要緊就要知，大理話
几项巴黎话，咱就咧 practice。We must know few 巴黎 terms。所以会记我讲，即个头8點3點，咱唔知，我係查某3點，就是講啊 ，subconscious there is no knowing。and 即個第4點，你有看咧 page 3啊？第4點，意思就是講腦筋嘅精神，腦筋伊無叫肉筋，腦筋呢目睭、耳仔、鼻孔、喙、甲上骨，喙是指啦，指甲上骨。伊放喺甲即個心嘅精神、上吊嘅精神、mind嘅精神。若是參加mind，咱叫肉筋，但係咧叫 five sense door 腦筋。咱個第5點就是明白講目睭接受即個目標。咱第5、第6，伊即個目標一入來，即人嘅精神。And it is called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After receiving 了接受了啊，一查考，後面你行來大啲我嘅目睛。And this is called investigating consciousness. After investigating consciousness 了啊，伊有 deciding 啦 ，deciding 伊拍算啦。once 伊拍算啊，一個人嘅到到這個坎站啊，伊要出了。先靠伊嘅行動 action、mental action、physical action、verbal action， 將咗這3項要出來。and 到底這邊去看，這個52項款嘅行，不要緊張。52項款嘅行，會叫我哋講啊，唔知嘅習慣就有咧7點，叫做咧 first group， 叫做 universal。7點嘅行，7點嘅行，7點嘅行。伊阮即個第4粒，阮是原來個7點嘅行 ，because 啊 ，there is no knowing， 無知個，未知半項。and 7點嘅行啊，consciousness， 人未知嘅行，睇你去看，我哋講啊個人死安怎樣，你去看，人死也是人啲困，後咗伊有即個7行，伊唔知蝦米目標，伊唔知，但係我就講啊，較慢嘅。所以這邊個原來7點，這邊個原來7點，到甲這邊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啊，伊有10點了，10項你要你7點正就是會是 universal 嘅，知無？7個 universal 正就有，然後一個加咧 group number 2。伊加3項，當然3項是叫做密達噶，伊挖頭去嗰邊看 ，and then 第2密達啦，伊轉落去，阿冇話講 initial application 伊 apply the mind to the object，and then 伊 sustain application 伊個觀看較好是，看到是怪驚，這邊個是搞到這邊人把你幼稚。anything， 那是一個精神啊，伊有7點啊，人唔知半項。7點起啊 ，there is knowing 知。但你去看7啊，一加3，伊知了。Here there is consciousness， the first conscious moment 在啲這邊嘅。Actually， the first consciousness moment 這邊有，但係。但係講，伊馬路仔個摩托車佢會 start 嘅呢，這邊嚟 start， 加了 conscious 啦，這啲即後面多個，所以這邊10點，這個 investigating， 嗱是講啊，正這個會記我們自己，上話講，這個8點啊是咱嘅果，and 果是叫佢八家，我就知係這邊啊。你大家，係你正是咱做，即是咱接受。
安尼正是这个人一做好目睭会看会 consciousness 一做好，才一看到好好伊食，伊买好好伊食，伊互伊囝食，互伊某食，所以你把家来去看，伊看到 object 互伊欢喜。若是这个欢喜的，伊会investigate有11点；若是无欢喜的，爱有10点。特别欢喜的10点分有，特别咧欢喜的10点啊，伊看到咧目标。将近啊，一个人就无就你看到一个好食人，伊来入来看到伊三倍是好料。哇！将近我无煮啊，咧 special。11點，安怎是11點？我講嘅7點是半個鐘，3點是大媽茶，我就講嘅咧。伊計1點 ，BDI 都看咧來人咧落，有一個第2 group 咧，也做伊叫落，對冇？second group 有一個 group number 2，一個伊 BDI 嗰啲，我冇聽我係嚟，我有一個。對來了，group number 2interest 這個，然後看到 group number 2 6個 particular 6個這個，understand 啦，老人家，看到我，你 interest 上嗰啲 interest，你上目標可以上映，仲有意思啊？啊，興趣啊，伊淡薄 BD， 所以 BD 計一項，伊這邊。若是講啊，伊好嘅人，特別伊看到伊正，本是好會三倍，特別伊看了啊，伊無啥物歡喜，所以這邊伊看，若是伊做好啊，伊會記得 investigate consciousness，會11點會起，還是10點會起。有好嘅人咧，伊做正經嘅地行三倍，嗰個就甲安尼炒菜，澳洲是叫做 pleasant object， 即目標是真正好嘅物件，但係伊無必比，伊無一個 interest， 伊無興趣，就甲安尼好嘅菜，特別人哋 actually 是感覺是好料，因為伊就是講富貴在過頭成歹了嘅，所以伊這邊啊，伊有10點樣，特別若是正是做惡。伊行到一個無一個筆記，伊行到有10點嚟呀。特別10點啊，伊看嘅物件唔是好料 ，unpleasant object。係我哋 explain，了到嘅這邊本是11點，而這個11點是點呀？伊有7點嘅，一個 universal， 就是我頭一個 universal 7點。了伊個有咧3，但伊睇下無落了，伊無興趣了，伊睇下計一項情境呢，安尼理啦，對冇？愛出來了，安尼蝦米做？一個7點嘅，一個impulsion就來了，impulsion就是講講伊要出了行動了，因靠伊嘅行動嚟做，所以 energy 來了，所以講講摩托車剎了，衝行了，所以伊要出。伊要出 action， 所以這邊就是八卦，老人賣拄着伊啊，賣看還是賣聽，袂閃開。按比較到底這邊有哪講？愈飛去前頂愈比水，還是愈比地，愈頭比去暗空。今日愈要來聽。愈就來聽，今日都要看到做完了，愈就來看。今日都要去拄着個老阿錢，愈袂走就是袂走，這個叫做你把家嚟過來。按這邊愈幫應，愈按照出嘅行動，你這邊愈幫應啦。按今日我哋講是這個是大啲這邊愛要緊，所以應該保險咧會記，應就是啲對件是我拿嘅，我做了今日出這個歌。安尼睇到我出了一個行動，把這個出過，所以我今日會說個人聽，叫做伽馬因果，伽馬尾巴架，正我古巴里話嘅人嘅真係會知，伽馬就是你出了行動，
瑞家艺术心哦，瑞家意见心，有了他们意见心，了你出了行动，所以就是讲你帮伊，了把这个出结果。所以今日我进来咧讲啊，无这个7点叫做impulsion of 巴黎话叫 Savannah process。这个7点就到你看到这项物件，就听到这项物件。有了7点，这个叫做impulsion，这个impulsion啊，要来互你去做出行动。你这边啊，大人就要知啊，拢总的行动出来对肉的筋，不是叫肉筋，目睭皮卡、耳仔皮卡是，这个肉的筋是叫做肉的加手掌的筋肉。本来是6 sense organ， 咱叫成人话叫肉筋，但是这个肉的筋是啥手掌的筋肉，加越底，所以一个人应该是出什么行动，那是讲起来，伊讲一句话，伊这句话出来对这道路，对这个肉的筋，这个三个筋是恶，三个筋是好。他们叫做三个筋是恶，对他们，伊除了行动，除了口入，对圣地，伊除了口入，对无明白无知，伊除了这个口入，这个就是叫做越筋越底是对贪情知，贪情知有了，伊除了这7点的行动。到你除了7点的行动，这个7点的行动是叫做阿古萨拉。阿古萨拉是讲恶，我好多人就来批评。上大年我讲嘅咧，你正是一晚就去买糖买盐，伊唔係嗰啲。所以啊，自己咁搞啊，就正是一班嘅抽煙啲可以麥激線啊嗱，或者你這樣嚟搞，因為因為個人你都嚟食，佢唔嚟係因為飲冇啊，別啲啲，佢幾啲你名話你買啲係麥激氣，所以何有冷激氣？過來今日，你何人一出口入？所以啊，自己咁搞啊，一人，今日報息嘅時啊，你計款嘅時，你抹嚟，黐線啊！喂，今日揸住嗰啲款下你，就呢叫做口入嘅煙，除咗口入嘅歌，就冷解講話嗰時，海鮮話就黐線啊，黐線啊！嗰啲佢逼音，所以這個就是講啊 ，yes，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investigating consciousness， 這個目標當中雙嘅目標 ，and then it decide 要哪一個走，哪一馬叫做 check，and it 出來回過，接受全頭見。但係一到啲這個有報酬啊，一馬沒了過一個出。因果 action 個，把呢個嘅做咗嚟做咗，特別呢個就是對住到落一對聖地做談錢，嗱是講嘢嘛，起來了加，加你做淡薄咩啊？先加淡薄去加淡薄貴，你起來，但係你冇想嘅，你買好個。你通食就食啦，今日人今後這個過嚟叫我起來食，本是貪起來，佢做伊無講一個會險，你講真句，小妹叫我起來食，我才到來哦，就貪錢哦。I don't know， 我是講我係即係晚啲前啲過嚟教我功夫，或者我啲起來食會㗎啦，唔使是要教我做下咩啊？一嘢人定無知，貪錢起來，
过未出无好过，个 next line 也是安这样，我无人都较老的时。So 这个 impulsion 啊，这 six root 六个金，贪钱之是金，有好的是无贪无钱无钱，无贪是啥呀？大量，无钱是啥呀？自卑。无知是啥呀？无知无知是义务，就贪钱之，无贪大量，你个意思？无钱就是讲真正自卑 ，full of loving kindness to everyone，and then 无知就是讲义务to understand。所以相信若是讲愿嘛，若是叫伊起来，起来。你感觉啲困，咱澳洲人嘛出了一个口罩，伊只是讲，我叫阿妈，所以我昨日做点事，我困较晚，所以阿妈，曾经也叫我起来。你看像安尼话，伊无去生地，了伊个讲，所以阿妈我昨日较晚困较晚，所以，但是伊出了伊保证好诶。这个一年嘛，要嘛一年嘛，我不对。后归，伊讲所以阿妈，后归嗰一个要看着，嗰一个阿妈把自己手指甲落，那你起来啊，换了。第二话一台马上一看啊看上的话，所以人那定你说当时人买路人那路就是讲讲。人讲臭人骂我臭人嘛，你平时骂人你都唔知，是不是？我先结果你要听起来呢，所以这边啊，那是不得走路中间，走到这边是西边啊，是路is exercise free will 啊，路自由，你行无贪无钱无钱的路，还是你行贪钱钱的路，有decide。按真正些人买比赛，圣地就是圣地去，贪就是贪去，这个是natural tendency 讲我人是 natural tendency， 有个人讲 human nature， 也就是人做我才做去好 ，no， 那是你是 refine person， 你是去讲高日清洁人，你 refine 人安怎做你笑，那个不但是假在分享。有一个非常要去团建，伊讲伊要去一个所在，了有人讲，咱这个所在人真正歹，你要去咩？讲我要去，你一歹我要去。今年我来是去团建，人骂路了，伊人若是骂我要感谢伊人，因为伊人无跑啊。那是有人跑了呢，感谢伊人，因为伊人无做啊事。那是我要做了什么？感谢，因为以后啊离开这个上古是靠，伊这个人谈了几个罗汉，你大家学咯。安尼款的人啊，就是正不识，伊是几个罗汉了。所以看这这边啊，大家归咱看着、听着、闻着，有老方面都好。first part 是高。second part 你放因，你要放好也无好，是女人家己的主角。了女人若是买空姐买大力，你渐渐要出事是好的所在。所以我讲七项六件的 six root， 即係我講是這 six root。and then 你看這個錢個12項嘅錢。你看頭一段啊，是叫做 universal， 假設大嘅誠心咧有這個出現，無論伊是惡嘅誠心，還是好嘅誠心，乃至伊是กุศล或阿กุศล，這個出現就叫愛有。然後你做這個做一個都係六點嘅。and 这个六点是虾米来？个六点啊，你看比大家为啥啦？这个虾米？你看到人是这个六项，这个六项啊，像个老样呢。
伊若是讲我着咧精神是恶的精神，一边恶；若是我着好的精神，一边好的精，伊是好的其他其他。所以大伫这边伊正是like lawyer。你若是讲像讲murderer，还是讲咧人害人了，伊请个lawyer，你lawyer是抄lawyer，常常要老完后咧害人，对，你咁白，咱都来看下边有米利亚有无？米利亚是骨力，有力啦，effort 有力啦哈。咱来想，讲这人，我去教人，讲他那所有看到、听到，你就来讲，唔通常常去贪钱去，要出了行动，对大量、对尊贵，对有地位，人你达达贵做的精神是好的精神，所以这边达人爱有 F， 就要有这个 effort。按这个 effort 就是讲我常常爱做好，我常常爱做好。这个 effort 就是讲是骨力的，我就叫 effort 是力啦。你常常是啥嘢？骨力这个骨力是嘛？他那个人出的这个骨力心是人出，对骨力心的 effort 是好的，爱做好。但是现在我唔是回想啦，现在我是 pickpocket 的 chief 啦，所以我教人安怎 pickpocket，你人做查某计肯行，路咧查甫，了伊讲，你回头了你计肯来讲 sorry， 了后尾我讲互查甫听，你会看袂？伊个讲我头去看到查甫，了你查甫讲 sorry， 佢叫伊是路出死啊！你后面做都容易了嘛？会做，但你看到查某笑笑，嘿嘿 ，sorry uncle sorry， 有冇買？這邊度搏嘅錢啊！所以我教人，你人聽，你人實踐，你人出 effort， effort， 所以人呢這個是力啊，佢會使做惡，佢會使健康。咁第三個這個十二點嘅會顯。當中是惡，特人做惡，就係這個唔知咩，嗱人哋14點，無講14點計了有，看你做下面，你若是看好大啲這個，你講人咩？哎呀，你呀，咱來看這個第三個14點啦，第三個 group。伊是中行話，我就 evil mental properties， 這個是惡嘅，這個顯特之行。有誒，像這個人若是講你看地質是叫做啥物自私是無？自私。了嗰一個是叫咱來看這個 it wasn't shame restless 這個地呢是叫啥物？像你食錯啫喎，人家咧思想要分檔啫喎，啫喎，正樣子，我要食看，即係是真嘅正事啊，即係內行地做隻嘢咯，即係正事，若是講伊有了一個自私。selfish， 一講就無 jealousy， 什麼事 selfish 就是講你內行 opposite 來，你來看好selfish 伊是咩自私伊要殺孤立來，伊個物件是樣好，伊莫互人知。再加我是一個老官，我有發現到一個真正好嘅啊！我莫互你人知了就是讀者，我落去嘛no， 你袂來找我，你袂來找我，所以這個是叫做我自私啫喎。I got something very good， I don't want 我有啥物件，
我咧就是我物件好，我卖互你人公司，我咧就是 selfish， but 真个是到头顶，结果我有一个我girlfriend 也咪讲无啦，我有一个 girlfriend， then 这个 girlfriend 去讲个别人。我 jealous， 什么是我 jealous？ 我只错啊！而我惊嗰个人，伊诶 character 我就叫赢我，伊来赢我，他定这个份赢甲伊，老妈说赢甲伊了，死了买赢我了。那是个 girlfriend 那是去赢甲嗰一个老阿伯，就当干，就只错，无只错，爱你如客人头。有，你到底去讲个是个大波讲到某个卡多多的路的下的太欧人呀，那就真的，这个看我，so these two characters 不但讲 they come， so 这个 consciousness 呢，jealous，一无就是，tapi 伊会讲有安尼哦 jealous 一小个点，给你就是。different consciousness， 所以这个叫做 incompatibility， 真正地有安尼样款的啊 ，incompatibility， jealousy 甲自私无相，所以一个人对自私甲 jealous 做一点错硬，做一下，伊会看啊啥自私，咱看蛮久伊错硬，你看到无？所以这个了，错人看这十几点嘛，无讲啊，那是人伫这情报线的江山去做恶，咱来想开在咱讲你怎啊，这马就起来了，一起来，这样讲，所以呢是这样，安尼啊，叫我起来啊，所以呢我用卡拍我，鬼啊臭啊嘛，还有臭啊嘛，较早起较早好，所以大时间烤肉。咱来讲话，他们是来嘛，是鬼，对不对？所以有7点6有了正地6，不是我讲4项，那是做恶4项，就要做一下来，这个4项，会自我正少，伊就要做一下来，就是啥物啊？无知1、2、3、4。不要见笑，一讲名的嘛死鬼，伊不要见笑，伊不要行因果，第三，第四，你越心乱，伊就安尼讲死鬼，无人名阿妈死鬼，伊讲名阿妈死鬼，较早死较早好，但是早死就是要起大汉，就要看这个名，所以这个啊，这个。4项就是叫做 universal evil， 其他之間囊中嘅惡也叫做有這個4項7、2、3、4，不錯啦，頭是7項，伊若是有了一生地，伊去生地。錢啊！伊貪分有這個4項，伊若是貪分4項，伊若是錢分4項，伊若是無知分有4項，特別呢4項7，無知是第2了，對吧？所以看見你做唔做阿古沙拉呢？這個4項有了，無行因果，你袂曉見。Including anger itself is 5。Including greed is that 5。所以这个小块我 explain 我听，所以贪14點無，伊貪12個4，安尼看個有8項無，個8項講個無就叫一支無就叫是講6、6，這3個都會叫6，下見了一下。無心無着咯，還是安怎啦？
所以你自己咯，所以看10或者19、20几安尼，看你有咩？你无讲14项就是会来，安尼有诶未参，安咱若是即点诶精神是恶。